叔叔姐想问一下，恁古早敢有咧爸节？古早爸节咧创啥？这个太窄了。平常时爱日子啊。哦，啊，敢有咧做生日？跟爸爸说，爸爸节。做生日较少，无呢。嘛无咧，对啊。细汉无啊。想要甲你做生日。啊，细汉时阵，搁有咧做啥物？过年。过年啦，过年啊，中秋节啊，端午节就是肉粽节啊。肉粽节有食肉粽无？废话，有包肉粽无？阿祖包的啊，阿祖包的外婆包的啊，我。叫做包，那叫白粽。白粽，八宝粽甲南无粽无共款对无？对先炒过，对，爱用麻油。怎么看翻译的音？上重要上无共款的，就是豆油家己做的，哇，这么厉害！阿祖做的。毋是大人拢会晓做豆油呢。豆油，做豆油的时阵吼，就是你有看到一个敢若生菇无？哦，咱即马讲迄落做梅啊，不是发霉的霉哦，梅一个有部，啊，搁一个梅。啊，细汉阿祖讲迄落做豆卜。豆卜，豆卜，豆卜，阿婆的卜，卜，豆卜。吼，不管你是做豆油啊，还是生咸粿啊，咸豆腐粿，迄拢阿祖拢足熬。粿使放着水啦，所以吼，伊会足甘甜的。啊，毋是啊，你还袂讲着迄北部肉粽甲南部肉粽上大无共款是啥物啊？啊，肉粽甲油饼有啥青米落炒甲熟的啦，熟个了才包。对。啊，包好再搁落吹。内底包的物件敢有啥物？到了啦，你敢吃辣的？敢有包两年？麻婆豆腐。无咧，敢若肉咧，香菇啦，啊有诶菜脯有菜脯无？无，鹅肝啦，菜脯米。鹅肝，鹅啊，你知？鹅啊，拍肝，鹅肝啦。哦。鹅肝啦。鹅肝啦，肉啦。哦。鹅肝肉，香菇。啊，敢有包辣子？辣子无？荸荠，有诶无诶？无。啊是大粒细粒？哦，大坑的哦。啊，是甲恁所甲肉粽是我会甲使放一个迄个？屁吗？你确定？袂有啊。好，啊，恁所甲肉粽甲迄个刘家九门啊，遐个肉粽讲大龙洞迄个肉粽讲。无共啊，因有菜脯，咱无啊。哦，就是菜脯无共尔。啊，因若有包卵，因敢若嘛无包卵。因有几若款啊，有小肉粽甲大肉粽啊，即嘛有足多种。其实吼，我感觉上基本的就是我头拄仔讲的安尼安尼。鹅肝啊。啊，鹅肝是有钱人才有包的哦。原来我无食过，我就。安尼咱歹亚人。有先生，恁兜敢有食过鹅肝？恁兜有咧白粽无？迄毋是叫鹅肝，无伊外省人讲叫蛋菜。但无共鹅肝甲蛋仔哪共款？啊，恁兜敢有毋家己白粽？无，啊，拢会买哦。一定拜肉粽的啊。啊，搁有一种煎粽哦，我素爱食。啊，煎粽恁拢来啥物？米？食好，糖果啦。对啊，来迄沙糖。嘿啦。参汤就好啊。梨沙啦，混梨沙啦，食好，搁咧米。啊，中秋节食啥物？拜啥物？比如你废话，中秋节当然嘛是就是食圆，毋是食圆啊，油啊啦。安尼我甲你讲，我即摆咧绘本顶悬看着足侪人咧过年的时阵食一个我感觉我无食过的物件，就是水饺。你以前过年水饺迄种物件就是外省人去食的。哦，所以恁嘛无咧食水饺嘛，对无？是没有再过88节就对了啦，因为是8888
爸爸就是个华语的父亲的谐音嘛。对啊，即摆就发展讲父亲，那个谐音呐。你用台语讲就根本就无这个谐音。啊，就无台语就无爸爸节，你是咧迄个？系啊，我知啊。过年食啥物物件啊？过年就食老大人拢嘛家己做粿啊，发粿、甜粿、菜头粿，甜粿、菜头粿、咸甜粿。做迄阵啊，佫无做咸甜粿。伊个人数有遮大个无？遮大个，4角个啦。啊，要安怎吹咧？快速大灶。无啊，阮阿妈就爱去听水。你才有饲猪无？13只，好野人。啊，毋是咧拍天，哪会阁饲猪？拍天还拍天，甲大所在也无共所在啊，你嘛哩咧。恁当时才搬去山顶。搬去山顶就是因为所有的拢搬去有地连山。感谢你受我的访问。访问啦，好，感谢你受我的访问。讲嘿。